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尋日下調咗美國全年嘅經濟增長預期，由4月份時候嘅2.4%預期咧，就係下調到落去今年增長只係有2.2%。呢一個嘅增長幅度咧，比舊年成年嘅實際增長咧，仲係為低嘅。呢一個嘅下調決定咧，主要就係基於能源行業表現疲弱啦、美元升值同埋海外市場動盪嘅因素嘅。IMF 喺美國經濟年度審核報告中表示啦，聯儲局要上調利率個進程啦，應該會係非常之緩慢嘅。IMF 亦都話啦，聯儲局喺加息之前啦，就必須要肯定薪金、物價通脹率正係處於上升嘅狀態，而聯儲局亦都需要啦警惕住全球低迷不振嘅通脹率嘅。另外一方面 ，IMF 嘅經濟學家都表示啦，對美國嚟講，美元升值仍然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特別是依家海外市場嘅經濟動盪有加劇嘅風險啦。海外企業投資嘅放緩啦，亦都可能繼續嚟緊喺幾季度啦，拖累整體經濟嘅增長嘅。投資者消化完呢一個報告同埋 IMF 下調美國今年嘅經濟增長預期之後啦，應該得出一個大嘅圖畫，就係聯儲局要加息絕對唔會係咁輕易嘅。喺呢一個嘅憧憬上邊啦，風險承受意欲應該係會企得穩。從而啦，對吸納黃金係有一個嘅支持作用嘅。金價喺1259美元短期間應該會係反覆試穩喺呢一個嘅水平啦，可以睇高一線嘅。當金價再跌穿翻1260喺1259呢一個位置啦，適宜建立翻好倉盤，睇高金價一線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